大埔有新市鎮嘅活力，亦都保留咗好多舊時嘅人情味。喺呢度生活、返工，時間好似會行得慢啲，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又會近一啲。每日我都會行同一條路返公司，呢條路我行咗好幾年啦，但係幾年前同而家嘅心情可以話係截然不同。以前嚟呢度心情總係好沉重，嗰陣媽咪身體唔好，行動唔方便，我每次嚟到樂康軒都好似揾到一棵救命草。但而家行同一條路，我個心態完全唔同晒。我唔再係一個彷徨嘅客人，而係一個可以用自己嘅專業知識去幫人嘅店員。因為呢度已經變咗我第二個家。幾年前我第一次嚟，其實好彷徨。啲產品咁多款咁多牌子，我又唔識揀。我記得嗰陣有個店員，佢唔單止好細心咁同我了解媽咪嘅情況，仲好有耐性咁同我介紹唔同產品。就係嗰一下，我覺得好溫暖。佢哋唔止係買咗件產品俾我，更加係俾咗一份我唔係自己一個人嘅安心感俾我。嗰次之後，我每次嚟，啲店員都認得我，會問伯母最近點啊？嗰種感覺唔再係似店員同客人，而係似朋友之間嘅問候。後來咁啱見到樂康軒請人，我心諗如果我都可以好似佢哋咁，幫到其他同我一樣彷徨過嘅人，會係一件幾有意義嘅事呢。於是我就由一個客人變咗做呢度嘅一份子。而家當我見到客人心事重重咁行入嚟，我就好似見到以前嘅自己咁。我好想將我當日感受到嘅溫暖帶俾其他有需要嘅人，所以我成日都會同啲客講，唔緊要，慢慢嚟，我同你一齊諗辦法。加入咗樂康軒之後，我先知道由接受幫助到學識點樣用自己嘅專業同服務去幫人，原來係一份咁有滿足感嘅事。呢度唔只係我返工嘅地方，更加似係我第二個家，一個曾經俾過我力量，而家由我傳遞力量出去嘅家。喺樂康軒，我哋希望成為喺你健康嘅路上一個溫暖嘅同行者。